從前，在一片美麗的森林裏，住着3隻性格迥異卻友誼深厚的怪獸：熱情似火的紅色火焰怪獸，溫柔如水的藍色水波怪獸，以及充滿生機的綠色森林怪獸。他們每天都在這片森林裏快樂地玩耍，互相幫助，共同守護着這片家園。有一天，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席捲了森林，一陣濃煙從森林深處升起。火焰怪獸驚訝地發現大火正在迅速蔓延，感到一絲恐慌。火焰怪獸雖然能夠操控火焰，但卻無法獨自控制這突如其來的猛烈火勢。眼看着大火吞噬着熟悉的樹木和花草，火焰怪獸焦急萬分，無助地呼喊着同伴。聽到呼救，水波怪獸迅速趕來，它揮動着手臂，洶湧澎湃的水流傾瀉而出，與火焰怪獸一起奮力撲滅大火。在水波怪獸的幫助下，火焰終於被撲滅，但森林已經受到重創，樹木被燒焦，景象淒慘。水火交融，激起陣陣水霧，最終，在2個怪獸的共同努力下，大火終於被控制住了。然而，這場大火給森林帶來了巨大的破壞，許多樹木被燒焦，生機勃勃的景象不復存在。看着這滿目瘡痍的景象，3隻怪獸都感到無比的悲傷和自責。這時，森林怪獸站了出來，他深吸一口氣，閉上眼睛，默默地感受着森林的脈搏。他張開雙臂，用他與生俱來的能力，引導着周圍的植物快速生長。枯萎的樹木重新煥發生機，焦土上冒出了嫩綠的新芽。在森林怪獸的努力下，森林逐漸恢復了生機。小動物們也陸續回到了這片熟悉的土地，歡快的歌聲再次回盪在森林中。3隻怪獸看着恢復生機的森林，心中充滿了喜悅和感動。經歷了這場大火，3隻怪獸更加珍惜彼此的友誼，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團結合作的重要性。他們明白，只要齊心協力，任何困難都能克服。從此以後，他們繼續守護着這片美麗的森林，共同譜寫着屬於他們的友誼故事。